我们感谢这4位他们所做的见证。那我们曾经也常常提到说，如果他们在讲见证的时候，也有将自己一些苦毒、一些不是很好的情形讲出来，但是代表着他已经得到了释放。所以牧师常常鼓励大家，愿意将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拿出来做见证的话，表示你已经在主的爱里面得到了释放，那将是一个很美好的情形。那我相信呢，我们在这11周里面的这个操练，不是只有他们四个人有这见证。我知道在很多小组里面呢，他们都有不同的见证。信仰就是这样子，要帮助我们，特别是上帝的话语，它会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不要忘了，我们要做这和平使者的操练里面，就是因为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所告诉我们，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子。我们要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，就受到他的保护，受到他的祝福。要是没有他的保护，没有他的祝福，没有他给我们力量的话，我们只能够在这邪恶的世界里面能够生存下去呢，能够走在主所喜爱的道路上呢。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，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使人和平的人。那我们在我们和平使者里面上课里面呢，我们从4个基里面开始去讲。第一个就讲到是荣耀神，就讲每一个基里面都有3课。这一课讲到说冲突是带来好机会，刚才做见证也讲到，而且我们常常也提到，是带来什么好机会呢？带来你可以见证主的机会，可以有做这样荣神益人，还加上自己学像基督，带来这么好的机会给我们。所以不要用一个负面的态度去看它。然后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神就是一个信实的神，是值得我们的信靠，因为他有权柄，他又是美善的，他又是信实，从来不改变的。所以我们就靠了主，我们就能够走出来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就提到说，怎样要去跟别人要做和平使者，先看看自己要检讨事情太多了，不是一直要指责别人，乃是自己先去思考看看。特别我们也讲到了什么叫做偶像。不是在讲庙里面那才是偶像，那是一个很实体看到偶像。其实每个人心中常常都有偶像。偶像怎么产生呢？偶像是因为你有欲望，你这欲望开始越来越长大，就是我觉得我配得，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东西，得不到之后就开始会论断，都是谁的原因，都是因为怎样，开始讲别人的不对，开始最后一步就是要惩罚他，我也不让你得到了。还是这样，这种的东西就是在心里面就渐渐的一直长大，这样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出来。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跟神之间有美好关系，因为偶像已经阻拦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。那我们要怎样去？我们要是怎样去回想到自己的眼中的良木是怎样呢？其实你必须要这样去思考，要自我省察，要有悔改的心，自我省察，然后有行动出来，而且要去认罪。这个课本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认罪，不是嘴巴讲对不起这样就好了。他给我们7个 A， 那7个 A 里面是讲的非常的深入。你原来认罪要认到这个样子，你要知道你必须承担的后果是什么，你必须要知道你造成的这些影响是有多大，你要知道你所得罪的人到底是谁，不是只是嘴巴在讲，你是从心里面这样子出来的话。这才是真正的认罪。讲到我们自己的之后呢，才能够去为了别人，因为在所有的冲突中间，每个人都有责任。当我们检讨自己之后，我们这样开始要劝对方，他也应该对他该负责的部分要负责任。怎么去告诉他呢？不是去指责他。最简单一句话就是讲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每个人都说有啊，我就很诚实啊，因为爱他，我是讲诚实。不，那个爱心说诚实话里面有更深层的意思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是因为怎样？你是因为出于这个爱里面是怎样的爱呢？是因为要彰显基督的爱，所以应该用福音为中心，然后你才必须要倾听。你要讲之前说，其实你是不是真的明白所有的情形吗？我们常常都是一知半解，就开始发表言论，觉得我们自以为意，什么事情我都知道，然后就开始指责别人。这是很不好的事情，你要慢慢的讲，要快的听，注意倾听，到底整个事情是怎样，最后才是要去讲的时候是怎样。
用属天的智慧去讲，求神赏赐给你智慧去讲，而不是靠着自己的意，然后靠着自己好像自己口才很好，就这样去讲。没有，你要去回去问问神，到底神要借着我跟对方要说什么呢？记住，一切中心就是在基督，然后我们才进到最后这样，应该要去讲。如何去讲呢？你要先想到要饶恕对方，像神饶恕我们一样。我们不一定能够达成，但是呢，我们想想我们跟神之间就好了。或是你要是不觉得你看别人比较容易的话，你就看以色列人好了。以色列人的在圣经中的记载是这样：一方面又是顺服神，一方面又悖逆顺服，悖逆在那边转来转去的。我们在瞬间，大概在10分钟之内就看了他们几百年的事情的时候，发现到以色列怎么会这样呢？其实那就是我们，只不过因为我们在很短时间看到他100年的事情都产生出来了。但我们呢？我们常常也是这样。但是神有一直跟我们计较吗？神并没有这样讲，他只要你愿意悔改，他就饶恕了你。所以要怎样子真正叫做饶恕呢？也教导我们饶恕至少要受到四个阶段。第一个是我们自己不要常常去想这件事情，你不会忘记。但是你不要常想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在心里面产生的苦毒。第二个呢，你对对方的话，你不要提起这件事情，也不要用这件事情去对付他。第三件事情是我不去跟别人讲这件事情。第四呢，这个事情不会造成我们之间的隔阂。真正的饶恕要做到这样，你回想看，你饶恕了某一个人有做到这样吗？你大概只是这样不讲而已。你甚至还会去跟别人讲，你甚至就刻意的不跟他讲，有再进一步的，因为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把那个之间的这个隔阂把它磨灭掉，那不是真正的饶恕。神要我们真正饶恕是这样，你想想看，神要是也是告诉你这样，神也是告诉你说，你要我原谅，可以我原谅你，但是怎样，我还是跟别人讲啊，这个是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我们不再那么亲密了。你觉得神是真正的饶恕你吗？你希望神是这样子饶恕你吗？当然不是啊。所以我们要学像神这样子饶恕我们一样，去饶恕别人。然后要讲和的话呢，当然必须双方都必须顾到。这是到上礼拜所讲的。那我们接着下来就是说，今天是最后一堂课，万一你愿意跟对方谈，但是对方不一定要谈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从引言来看，引言是大致上跟我们将我们前面所讲的再重新讲一次，就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为是机会，因为上帝要教导我们讲，借此容神一人，跟使自己更像基督。同时冲突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记得要刺激的第一个机，以荣耀神为中心，再检讨自己，然后再告诉对方，然后进入到和好，就是这个4个机的这整个的照这个次序走。第三的话呢，告诉我们要和好，必须要饶恕对方，不论伤害造成多大的饶恕，靠着神的帮助，我们可以遵守4个承诺，然后效法耶稣在十字架上表现的饶恕跟和好。在上次讲到的以 pose 这4个字代表，第一个是要准备，第二个呢要注意巩固到双方的关系。我们要去谈和，不是要破坏关系，而是要更巩固才对。以务的话呢，就是能够了解整个对方他的利益到底是什么。S 的话是 search， 就是应该寻找一个更有创意的解决的方案。Evaluate 就是你要去评估，很合理、客观的去评估，我这样子提出的合意，这样去讲和，到底是不是很合理呢？我们要是能用这样子合作性，而不是一种竞争性的这种商议的时候呢，能使我们呢不只是顾自己，也能够顾到对方。今天最后一堂课问说，但是若对方不愿意谈和的话，我们应当要如何？今天的经节呢，告诉我们一个不错的经节，这字有点小，不过这边字很大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。只要祝福，不要咒诅。以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以哀哭的人要同哭。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欺高大，倒要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
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这个经节非常的好。其实我们在成为和平使者中间，差不多所有的操练都包含在这里面，要有这样子的呈现。所以在我们当对方不愿意谈的时候，其实并不影响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和平使者。这经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5件事情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。我们现在想说，你要做和平使者是那么容易吗？当然不容易啊，因为不是靠自己一方就好，而是双方必须要共同的努力。单单靠一方的话，你常常会觉得非常的有挫折感，因为对方常常的姿态呢，也毕竟是你所期望的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呢要想想看，主耶稣他怎样教导我们呢？所以是在路加福音第6章27节到28节说：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听到了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是何等不一样的这种看法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教导。一直到后面第6章的35节到36节又说：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。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主耶稣给我们的标准是这样子的高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大概很困难。但是怎样？主耶稣要我们去学习，原来是要用神的方式，不是用我们世界的这种方式，是要用神的方式。因为怎样？我们不一样啊，我们是分别为圣神的儿女。那我们还是软弱怎么办？因为有他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。其实保罗也是同样的给我们这样子的勉励。他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3节到第5节说：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在，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使者，关键在哪里？原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而且又有从他来的力量，所以换句话来讲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。保罗给我们非常深的一种基督观的概念在，你看他整本他写的书信一直强调基督，在基督里，借着基督，透过基督，因为基督，我们今天能够得救，我们今天能够有力量，今天能够蒙神的，能够领受神这些恩典是啥？因为基督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，我们就有神就赏赐了属灵的武器给我们，有这么多在圣经里面的上帝的话语，透过祷告，透过公义、福音、信心、爱心，后面讲的这些呢，我们有经节告诉我们，可以回去看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第18节，告诉我们要穿金装，就是有救恩等等这些，我们上次已经提过。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就告诉我们，圣灵的果子应该是怎样，你应该有怎样子的呈现出来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武器。但是你有可能说怎样？给的武器好像都是太软弱，不是给我孔武有力，不是给我什么原子弹还是什么东西去打战，是不是这个力量是好像软弱无力？但是神所赐的属灵武器才是真正力量的来源。我们看主耶稣，他击败了撒旦，他胜过世界的武器呢，就是用这些。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4节讲到，耶稣到旷野受试的时候，撒旦魔鬼怎样子试探耶稣，耶稣都用上帝的话语一一的把他击毁。不是你有力量就用，你要没有用啊，魔鬼比你有力量啊，只有用上帝的话语跟他讲。后面这几句呢，11章28节到30节是说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他的担子是轻快的，你要到我面前来，必得安息。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到17节是他赏赐